前日鮑威爾咧就粉碎咗降息嘅希望。嗱，佢就認為啦，美國經濟增長開始放緩，所以降息咧係需要再延後嘅。嗱，呢個言論一出之後咧，引起咗成個投資界啦，甚至特朗普咧一個非常之龐大嘅反應。嗱，特朗普就話啦，嗱，鮑威爾咧成日都錯判經濟啊，應該係要即刻炒咗佢同埋降息嘅。嗱，其實咧特朗普嘅態度咧係好明確嘅，甚至佢喺2016年嗰陣時咧當選美國總統咧已經係不斷去催促降息㗎啦，因為佢好清楚知道咧，其實美股係一張成績表嚟嘅。嗱，美股升得勁嘅話咧，其實對於佢嘅任內嘅政績咧都係會有好處，咁當然啦，佢嘅關稅戰同時亦都好直接影響到美股嘅。嗱，所以其實佢都要諗方法咧去修復翻成個美國嘅經濟嘅。嗱，但係偏偏啊，因為美國總統同埋聯準會咧兩個基本上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嚟嘅，雖然係同一個國家啦，所以其實佢咧係好難去控制到鮑威爾會有啲乜嘢經濟嘅政策，即係佢唔可以話特朗普叫你降息你就降嘅，都要去聽從一個美聯儲嘅一個判斷。但係個問題就係咧，依家鮑威爾嗰個態度咧，基本上就係同特朗普咧係調翻轉咁樣去行嘅，所以其實特朗普咧係非常之不滿美聯儲最近嘅行為啦嚇，咁所以其實咧佢呢一刻咧可能已經諗緊方法咧，就係想炒呢個鮑威爾同埋降息嘅。嗱，其實對於我哋投資加密貨幣甚至投資美股嘅朋友咧，咁呢個都係一個好事嚟嘅。OK，咁雖然特朗普嘅關稅戰對於美股嘅破壞真係好強大，係嘛？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，如果佢係希望降息嘅話，佢對於成個經濟市場都會好好嘅喎。佢都好清楚知道佢做呢一樣嘢咧，先至可以令到美股同比特幣係一個比較大嘅升幅。暫時我哋可以睇翻啦，喺成個市場對於降息嘅預期啦嚇，咁最快6月18號咧先至有望會降25個基點嘅。嗱，市場預測係有54.1%啦，但係咧佢嗰個可能性咧又再降低咗啦，因為其實咧喺4月16號嗰陣時咧，都大致上係有61.1%嘅，但係咧開始慢慢出現一個下降啦。咁究竟會唔會再保持一個下降趨勢咧？我哋就睇下究竟美聯儲鮑威爾會有啲乜嘢態度啦。咁呢樣嘢係好緊要嘅。嗱，最近咧其實比特幣咧就冇話一啲好明確嘅趨勢嘅。嗱，基本上佢呢一刻咧，無論係日線啦定係4小時都係走緊一個橫盤，冇話一個向上或者向下嘅明確趨勢。如果我哋睇翻4小時，或者其實喺今個禮拜咧，佢係徘徊喺86000至到83200蚊度啦。其實去到尋日仲少啲添嚇，尋日得1000點嘅波幅。嗱，所以其實喺呢個禮拜咧，個成交量係非常之少嘅。咁對於呢個市場點解成交量會咁少咧？因為啲資金去晒黃金嗰度。大家留意到黃金嘅價值已經係去到3300蚊美金一盎司啦。已經係突破咗3200蚊呢個關口，而黃金基本上咧好似已經係冇關口咁滯嘅啦，所以其實就令到咧加密貨幣同美股開始出現一個比較疲弱，佢哋嘅資金開始避險，咁呢個唔會係一個短時間嘅趨勢嚟嘅，咁起碼啦幾時黃金嘅資金先會翻去加密貨幣嗰度咧，就要等到咧成個風險資產市場出現一個經濟穩定嘅情況，即係話特朗普開始暫停晒佢所有一啲關稅嘅政策啦，又或者一啲唔穩定嘅因素，咁樣先至有機會再望一波升幅嘅。但係你要見到呢一個跡象咧，就冇咁快嘅，因為你諗下，其實關稅戰都係呢1-2個月先發生嘅咋，仲要啱啱先宣布加呢個中國嘅關稅，所以其實咧喺最近嚟講咧，市場都係會傾向避險嘅。OK， 就算我啱啱講嘅降息都係最快都去到6月18號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今日先4月18號，仲有成2個月嘅時間。喺呢2個月嘅時間咧，其實比特幣咧係有少少危險嘅。點解咧？因為冇利好消息幫佢啦，所以其實咧喺上方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阻力位嘅。咁如果你話超短期86000啦，係咪？之後再上就88500蚊，再上就日線級別嘅95000蚊。咁呢3個咧都會係比特幣一個比較大嘅阻力位嚟嘅。咁原本我都同大家講過，我係畫咗條上升嘅5浪，但呢個上升5浪已經係確認失敗咗啦。
係去到呢一刻已經進入咗一個高位橫盤嘅狀態，未有一個決定性嘅方向。咁既然喺一個高位橫盤嘅狀態，咁你咪跟隨翻市場嘅走勢去走咯。再判斷翻最近嘅市場真係話冇乜消息喎，所以其實短期嘅支撐阻力將會係83,000蚊同埋86,000蚊呢3000點嘅。其實就算4小時佢嘅布林線，佢都係咁樣話俾你聽嘅，因為呢一刻都仲係三軌平衡嘅狀態，所以就冇乜一啲好大嘅特別趨勢啊。咁另外以太幣方面，以太幣喺跌穿咗上升趨勢線之後咧，都係保持一個橫盤，但大家留意到啦，比特幣係高位橫盤，以太幣係低位橫盤，所以其實咧兩個係完全唔同嘅狀態嚟嘅。如果我就咁睇以太幣咧，係比較弱啲嘅。OK，咁佢嘅橫盤嘅阻力位大致上喺1600蚊附近啦。另外支撐位就係1550蚊，基本上佢得50點嘅走勢。所以就算我哋玩橫盤套都要識玩嘅，識揀一啲唔同嘅幣種去玩。我哋寧願揀啲穩定啲嘅，同時個波動性成交量唔好太少啦。OK， 最少都1000點啦，咁樣先至會係一個合理嘅投資嚟嘅。否則，你諗下，如果我哋做1000點嘅交易，但係如果我哋嘅虧損可能性可能去到2000點或以上，呢個盈虧比係非常之唔合理嘅。所以我哋入場咧，我哋都要去判斷一下究竟值唔值得咧？究竟值唔值得為呢1000點去搏命咧？係嘛？咁呢樣嘢咧就可以去評估一下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嗱，今日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啦。咁我哋就明天再會啦，各位，拜拜。